大家好，我係台灣超人珠心算荃灣總校嘅 Mandy， 我係元朗分校嘅 Kelly。我哋係採用小班教學嘅模式，務求令到老師都有足夠嘅時間去照顧到每一位小朋友嘅需要。我哋着重互動教學，係希望小朋友能夠喺一個愉快嘅環境中學習，從而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吸收，大大咁提升佢哋嘅自信心同埋成功感。中華民國珠心算數學協會咧，亦都獨家授權我哋喺香港進行國際認可嘅檢定、考試同埋比賽，而亦都會頒發國際認可嘅證書。咁嚟緊，我哋香港亦都會舉辦好多唔同類型嘅比賽。超人珠心算喺台灣咧已經有超過30年嘅歷史啦。咁珠心算咧係我哋中華文化嘅國粹之一。我哋今次將佢帶入嚟香港，其實係希望下一代可以得到正統、專業嘅教學模式，從而令到珠心算得以秉承文化傳承嘅理念。